月修精进，忠孝节2万名，关圣帝君伏魔真经，一炷馨香上告天庭，斋庄中正，纯然清净，无失杂念，一尘显灵，二目首悬，真人佛性，敬天理神，善心福音，手提合同，子怀抱，金钟贯日，一片丹心，焚香祷诵伏魔真经，神威法身即刻降临，斩妖除魔，贼寇平地，亡两邪魔咬，以天分修身，存心性，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天高地厚，奥妙治理，物事明就，通晓人情，剔除异端，分别义利，阐扬道义，大道流行，玩物丧志，玩人丧命，戒除抑郁，勤奋耕耘，若存恶心，明瞒暗骗，狡诈偷克，欺哄愚蒙，比贱弱小，恃权辱害，以富压贫，利令智昏，犯者反省，恕不怠慢，偃月快刀，毫不留情，凭借公职，敛财谋利，以为己有，罪障万甚，金银财宝，善财善舍，大事虚迷，佛家一魂，贪嗔痴爱，心思不断，久财气，强困真人，克己俊言，难处下手，文恶庄容，文道明聪，纯阳醒察，心存未尽，除恶务尽，斩草除根，气出浮躁，气盛生事，待人处事，温良俭恭，自成无习，暗示无机，恶六慎独，时刻战经，见义勇为，不分物我，万类相感，以忠以诚，无欲而刚，有道而正，法效百水，一生洁清，名不伤察，直不进诈，大公自正，磊落光明，起心动念，青天白日。网络不顺，奉公正己，端正位仪，敬修身，与他类己，有中断，无偏执，听用而乎中用，无临凡界，非软显化，修贵在行，诵经明心，依经时，或改故有，论人道纲常人理，道化
家庭，父慈子孝，人间美景，孝顺则民德丰。子反省，克足辟己，相整亲，夏凉冬温，一日三朝，文王定喜。网络中断。孝忠，网络不顺，你看。从替。不宁空中。又退出来了。网络不顺了。